国际养生大会今年的公益活动选定伫咧关庙区举办，关庙区长李恒川特别出席宣传记者会，代表市府颁发感谢状，感谢养生大会善行义举。因发挥爱心，抛砖引玉吼，希望大家雪中送炭吼，帮忙因吼，实现这个愿望吼，甲阮关庙吼地区吼，弱势团体吼，带来给点温暖吼，温暖的社会吼，给他们温暖的家庭哦，充满满满的爱心吼，谢谢我们国际养生协会吼，他们的付出。他们的关怀在此代表关庙区做一个感谢。国际养生大会举办的定位活动是创会会长陈元启自2009年发起，多年来已经捐出10万公斤以上的白米，非常的无简单。日前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不得已暂停，如今顺利启办。陈元启也希望这个活动会当一直持续落去。疫情的暂停第11届这次的再次出发。能够来彻底的再持续的公益持续的延续下去。这次所关怀对象，除了是关庙区的家属二户，还有新障团体都去长辈等超过2000户的弱势家户。养生大会关庙分会也欢迎有爱心的朋友做伙加入行善行列。这较困苦的里面来加做一个善事的希望咱这一寡。公家机关呢，工厂，甲一寡较有能力的，较甲咱关庙里面斗支持一下，互关庙里面加减有摕到一寡会当甲恁斗相共的。养心在公益，真情照万民。关闭活动6月8号将伫咧关庙区登场。活动当天将会邀请关庙区的地方士绅、角头大庙、政府明代共同的见证，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，号召更侪朋友做伙来做公益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